台湾新加坡伫总日顺在争取柳营社会主体等溪北建设，为着卖于台中捷运爆发随机杀人事件，接出来检讨台南未来捷运或者是现况公车等公共运输的安全规划等应变，要求市长提前表态如何应验。要在密闭还是公共运输上面，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状况，因为如果一旦发生，民众是没有办法逃离的。对，所以驾驶员的安全训练很重要。是，他碰到的状况，乘客吵架，或是拿刀，或怎样，他要怎么应变？那车上的安全门是不是平常都打得开？过去曾经健康幼儿园，你知道，健康幼儿园曾发现安全门打不开。所以我们一定要再做好这个。再请市长多多关心，因为未来我们还是软体我们都要准备，所以加强司机训练，并且去验证。第二个，那个安全门我们去普查。公共运输面临潜在安全危机，除了人员训练用实事来教育宣导更是要紧。议员要求教育、行政等单位一定要落实危险意识，知影如何自我防护。学生如果在搭乘公共运输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自我防护的方法呢，我们会提醒他自我防护的一些措施，其实包括只要身边可以有自我防护的，都应该先做注意阻挡，挡住自己人阻挡，身安全重要的部位要挡住。把自己如果能够逃离就逃离，不能逃离的话，应该立即蹲下，缩小自己可以被攻击的面积。是，像学生书包就是最好的防御。对，基本上来讲就是缩小自己有可能被攻击。当然这个部分或许这个部分我是希望教育局啦，专业就我个人来讲，在学校端应该落实。教导孩子，因为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孩子，如果遇到，真的会措手不及，他们不知道当下会发生什么事情。除了教育宣导，另外议员嘛提醒看社卫生局甲社会局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心理健康卫生中心的功能落实，特别是高风险家庭的通报，来提早预防可能的危险。咱的新闻，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